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Woody Chan。今日介紹下單位咧，屬於馬鞍山新港城1期 A 座中層嘅6號室單位嘅。呢個總面積咧就係348尺，咁屬於兩房嘅單位。依家就我哋大家睇呢一個內部嘅情況。好，咁現在就係單位嘅大門口嘅位置，喺一個前方咧就係客飯廳啦。咁成日廳嘅位置咧就有大量嘅儲物嘅空間啦，同埋門口嘅右手邊咧就會有一個鞋櫃位嘅位置嘅。咁成個單位雖然就唔算話好大，但係嗰個儲物量就非常之高。咁原先呢一個牆身位置咧就係一個緊牆嘅設計，咁呢一度咧就拆咗做一個入牆式嘅鞋櫃嘅設計。好，咁慢慢去到廚房位置啦。咁廚房就冇門嘅設計，咁就方便翻出入啦。咁成個嘅廚房空間啦，非常之乾淨同埋企理嘅。咁同埋爐具就暫時就用得唔係好耐，咁仲係好乾淨同企理嘅。咁至於連抽油煙機都係比較新淨、乾淨企理嘅。台面石嘅位置就完全冇咩花同埋崩。咁單位咧，其實就廚房、廁所咧，亦都唔需要點裝修，都可以即刻住得入去嘅啦。好，咁去到洗手間部分，洗手間都係比較乾淨企理。頂個位置咧，亦都有一個浴室寶。咁裏邊沐浴嘅位置咧，做咗個企缸同埋一個玻璃嘅趟門嘅。洗手間係有一個光廁嘅一個設計。好，現在去到客廳嘅景觀。客廳景觀咧就望翻西南嘅方向。我哋西南方向咧就望翻亞經台同埋呢一個耀安嘅一個位置嘅。好，去到睡房啦。睡房先介紹右手邊間房間先。其實左右兩邊房咧嘅大細都一模一樣嘅。好，房間咧呢度做咗一個5尺床啦。連住床嘅衣櫃咧個儲物量都非常之大嘅。其餘嘅儲物嘅部分啦。好，去到左手邊間房啦。左手邊間房就做咗一個碌架床。上下兩格床咧，亦都係做咗3尺床嘅。去到門口隔離嘅位置咧，亦都做咗一個到頂嘅衣櫃。然之後去到頂嘅位置都仲有好多掩門嘅儲物櫃嘅。同埋左邊呢間房咧，唯獨是咧會再多一個窗口喺度嘅。